家好啊！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5月20號星期二，繼續同大家睇下香港嘅樓市。今次個主題就係銀主盤。本港住宅嘅銀主盤存量持續攀升。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就指出咗，截到去今年3月，呢類型單位嘅銀主盤存量已經達到266個，連升4季，累升咗已經接近30%。對比上季嘅260個，亦都增加咗2.3%，係近10季嘅高位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個頻道，俾多啲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喺內容方面，包括咗有經濟、地產、文化、健康、飲食。另外，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大家可以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另外，如果你見到喺我嘅 YouTube 有廣告，亦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作為支持啊！今年第一季成交價最低嘅10宗私人住宅銀主盤賣出嘅個案之中，佔5宗嘅原業主就喺2019至到21年樓市高峰期買入，全部成交價比原業主買入價都低超過50%，可以話係腰斬樓價啦。受中美關稅戰影響，4月份嘅銀主盤交投量就按月銳減超過半數，有唔少單位造價更較買入價大幅折讓。世紀21數據顯示，今年4月錄得有42宗銀主盤成交，較3月份錄得嘅86宗大減51.2%。當中有唔少以拍賣形式賣出嘅單位，造價更加係大幅低於買入價。今次 Nolo Channel 呢一次同大家睇幾個銀主盤嘅成交情況，全部都係大劈價、大減價，全部都係蝕讓啊！首先同大家睇嘅就係屯門帝寓藍天銀主盤，就係6座低層6室，實用面積356平方尺，係個一房連埋衣帽間設計嘅單位。喺4月底就以230萬開拍，得到4組客搶到去326萬賣出，尺價係9157蚊。至於原業主喺21年7月就以大概551萬買入呢個單位，可以反映得出今次銀行呢次嘅推拍，最後造價較低出咗225萬，足足就唔見咗41% 啊！另外，元朗嘅駿聯 Park YOHO 亦都錄得呢就銀主蝕讓成交嘅個案。YOHO 駿聯2A 期就位於錦田青山公路，發展商係新鴻基，喺17年3月開始落成，由12座住宅大樓組成，總數提供683個單位，自有開放式去到4房間隔，實用面積就由229平方尺去到大單位1873平方尺，屋苑設有會所同埋泳池。銀主盤就係指元朗 Park YOHO Genoa 15B 座低層私室，實用面積525平方尺，係個2房梗廚嘅間隔設計。上述單位喺4月底就以453萬拍賣形式賣出，尺價只係8629蚊。原業主喺2017年以大概648萬購入呢個單位，造價較之前已經低出咗大概195萬，足足低咗30%啦。另外，香港仔田灣順豐大廈單位嘅原業主喺23年5月就以420萬買入單位，可惜後嚟因為斷供而俾銀行收樓。今次佢嘅造價亦都較低出咗160萬，足足又唔見咗38% 嘅樓價，接近40%。香港仔田灣順豐大廈呢個銀主單位就係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288平方尺，係個2房兼享有海景嘅單位。4月底原本就以280萬開拍，但係開拍當日再減到去260萬。最後就係以260萬賣出，尺價只係9028蚊，較銀行估價335萬，亦都低出咗75萬，差唔多嚟講又冇咗22% 嘅樓價啦。原業主就喺23年5月以420萬買入單位，可惜後嚟因為斷供而被銀行收樓，成為銀主盤。今次造價較之低出咗160萬。大概又唔見咗38% 嘅樓價。
銀主需要大幅減價先至能夠賣出單位。接住 Nolo Channel 同大家睇嘅就係薄扶林碧瑤灣呢個銀主盤，可以話豪宅級，但係最後成為屯門區嘅屋苑㗎。碧瑤灣呢個銀主盤就係指25座低層 B 室，實用面積960平方尺，係一個2房1套，仲有書房嘅單位。上述單位銀行就喺24年4月起就以1280萬放售，放盤咗都有1年，最終累減到去850萬，先至可以賣走單位。計一計數，哇！喺呢個期間佢都累減咗430萬，超過4球，已經冇咗樓價嘅34%，造價亦都創咗同類型單位超過10年嘅新低。呢個尺價亦都可以話見到係8854蚊，同屯門區嘅大型屋苑都差唔多啦。啲可惜呢個係薄扶林嘅豪宅，但係尺價等於屯門區嘅大屋苑，你話驚唔驚？滴唔滴汗啊？至於原業主喺96年就以333萬買入呢個單位，去到2015年起多次加按，最終因為經濟環境各樣原因未能夠償還貸款，呢個銀主盤就出現啦。另外，荃灣區全盛大廈亦都出現有銀主盤，當然亦都要大減價，足足嚟講大減2成先至賣走單位啊。大廈嘅銀主盤就係低層 C 室，實用面積335平方尺，係一個2房間隔，而且亦都有新淨嘅裝修。銀主原本叫價400萬放售，最終大減2成，減咗80萬，就以320萬成功易手，尺價只係9552蚊。香港銀主盤嘅數量喺今年持續上升，反映得出本地嘅經濟仍然面臨挑戰。多間銀行包括咗匯豐、華僑銀行同埋上海商業銀行都下調咗香港25年經濟增長嘅預期，去到低於2%。主要就受到中美關稅戰影響，導致香港出口量縮減，進一步加劇咗市場嘅壓力。另外，香港嘅經濟增長仍然都其實依賴咗商品嘅貿易，但係外部需求減少，令到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。儘管利率下降，香港進一步融入咗中國發展帶嚟嘅新經濟動力，市場仍然需要應對嘅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同埋投資信心下降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集嘅分享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Nolo Channel 繼續發展，另外有多啲動力，能夠揾唔同嘅內容同大家繼續分享啊！香港經濟難增長，其實 Nolo Channel 都難維持㗎，希望大家俾多啲鼓勵我啊！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